美女攬蟒蛇現身商場，俗語有話懶過條蛇，天時暑熱，有商場就揾咗一批，加埋價值成100萬，香港玩家珍藏嘅球蟒蛇同巨龜巡迴展出。呢一條薰衣草白化球蟒最貴噶啦，身價30萬噶。球蟒嘅特徵就係佢個頭咧比較細啲嘅，咁而佢嘅身咧就比較粗啦。咁我手上呢條咧嘅花紋就好鮮豔嘅，佢嘅眼睛咧係金色嘅，咁咧佢成身咧就係呈現呢個鮮黃色啦，而中間嗰啲咧就係薰衣草紫紫地咁樣嘅顏色。價值15萬嘅超級直線球，仲係首次喺香港亮相添。呢啲好似美女咁靚嘅球蟒，全部都係人工繁殖噶。連蛇蛋都要人工剪開，等啲蛇仔破繭而出。香港寸金尺土，市民想養翻世界最大嘅亞達伯拉象龜，睇嚟冇間大屋豪宅都養唔起啊！所以呢，都係去商場一路嘆冷氣，一路參觀好過啦。